中央社多伦多24日综合外电报道，美国职篮 NBA 多伦多暴龙今天主场迎战奥兰多魔术，暴龙队台裔好手林书豪以替补身份出赛，全场打完进账6分、1篮板、5助攻，但中场魔术以113-98轻松击败暴龙。林书豪在第一节剩下8分03秒时替补上场，单节多次出手禁莫，2次罚球也都没进，直到第3节剩下4秒时才上篮得到2分。第4节开始不到1分钟，林书豪又要到犯规，2罚皆中，中场前30秒持球上篮再添2分，但暴龙最终仍以98-113败给魔术。林书豪今天出赛18分钟26秒，全场8投2中，共进账6分、1篮板、5助攻。目前暴龙战绩44胜17败，东区联盟排名第2。译者陈彦君斜线合稿，卢应姿108-0225。